再去看世界，镜头来中国。顶几年啊，受疫情影响，加上钱变薄、通货膨胀，对经济有冲击。即马中国结婚率是增加，中国人愈来愈唔敢结婚啊。去年结婚的比率是40当来上低，即嘛影响到办喜事相关的产业，亲像婚礼规划、婚礼摄影，佮有新娘仔衫、办桌这的业者拢会受影响。这业者为了生存，即嘛各不足爱转型。好，现在是啥？现在请新郎亲吻新娘。好，现在是用长镜头翕新人上甜蜜的时阵，做婚礼策划的袁家良，伫疫情前就开始转做婚礼摄影，因为伊发现中国最近举办婚礼的数量甲规模拢伫减少，好甲在记录方面的需求也真济。整个大环境促使现在的婚礼行业不是非常景气，这个也是客观事实。包括我们中国的整个那个结婚的率下降，但记录这一段比较珍贵的时光，他们的需求还是有的。因为疫情也甲经济较差的冲击，中国去年结婚的人数是683万对，比2021年减80万对，创下37年来新低。比起10年前的高峰，差不多是对后。面对婚礼市场的商机逐年降低，业者逼迫转型，其中有人改行高级路线。COVID caused such a big impact on everybody's lives. As a market, we see an absolute downturn in spending. So all alongside our strategy have been niche. We don't want to flow with the broader market. 在上海经营造就高级品牌结婚礼服的王小姐讲，最近相关需求明显增加，6月的业绩创下10年来最高纪录。不过明年敢有法度继续这么好，也真歹讲。专家认为，无景气对金字塔顶的好业人来讲影响有限，不过对一般百姓的结婚意愿有真大的冲击。要提升中国整体的结婚率，促进生育率。这需要靠真好的经济表现来支持。以目前的经济现况，大部分婚礼业者必须爱用心求新求变，才会当伫困境中求生存。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。